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3篇第1节到12节，创世纪第14章17节到24节，使徒行传28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成为祝福。昨天我们提到的亚伯拉罕是一位受了上帝呼召的人，但是他所领受的呼召是什么呢？许多人会说，那就是领受上帝的赐福啊，使不会生育的他和他的太太撒来能够在太太90岁的时候生育啊。不但如此，上帝还应许他的后裔呢，将要如同海边的沙一样的多，并且呢，上帝又能够让他能够得到上帝所应许的土地，能够进入迦南地。但是蒙福并不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真正的目的。上帝其实要亚伯拉罕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再次的强调，基督徒的呼召就是荣神益人，使人蒙福，使人得益，能够荣耀上帝。成为祝福者是基督徒的呼召。祝福或是说赐福要如何分辨呢？就华文的了解，祝有愿，也就是那种祈祷的意思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祝福人的人并没有能力赐下福分，因此只能够为人祈福，祈愿创造者上帝能够赐下恩福给我们所祝福的对象。那么赐福就很明白了，是全能者，是创造者上帝所能够做的事情，是人所不能的。只有全能高的能够赐给人东西、福分或是其他的。古时候我们就听过说赐姓啊，以前的人呢，如果能够让上面的这个皇帝呢赐姓，是非常荣誉的一件事情。在早期的教会里面，婴儿接受洗礼的时候，都会由他的教父或是教母赐给他们另外一个所谓的圣名。所以这个赐是由上而下的一个关系，不是一个平行的关系，不是人对人的，而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一样，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因为赐福这件事情是由上帝所赏赐的。基督徒的呼召其实也是如此，无论是我们说的爱人如己啊，要爱仇敌呀，使人蒙福啊，这个都是上帝的旨意，呼召我们的目的。我们看到创世纪第14章的记载，亚伯兰打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诸王凯旋荣归的时候，所多玛王到撒维谷，又称为王谷，来迎接他。至高者上帝的祭司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兰，祝福他说：愿至高者上帝
天地的创造者赐福给亚伯兰。愿那位使你战胜敌人的至高者上帝受颂赞。而亚伯拉罕就从这个收获我们说的战利品当中，他拿出了1/10，送给了麦基洗德。这也就是后来在教会里面形成的11奉献的规划。从所获得的当中拨出1/10来奉献。就亚伯拉罕来说，亚伯拉罕是从夺回的战利品当中拿1/10来送给麦基洗德。这个就是对于祝福者的一个感恩，是一种回馈的责任。保罗他是一位非常明白自己呼召的人，即便是遇到了哥林多教会的分裂有人选择要来跟随他，但是保罗却斥责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，说他们怎么可以将耶稣基督把它撕裂。保罗被掳关在监狱里面，却是仍然关心那些狱卒官员士兵他们的心灵以及他们的需要。同时他也看重福音的呼召。无论面对的是谁，保罗总是抱持着一个心态，这个心态就是如果不传福音，他自己就有罪了。保罗这样说，人若知道行善而不去行，他就是得罪了。保罗在被押解到罗马当中遇到的风浪，后来他们获救以后就到了马耳他岛。虽然成为阶下囚，又成为一个落难的人，保罗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自己的使人得益、使人蒙福的呼召。圣经记载这个场景，他说：“我们获救上岸之后，知道那岛叫做马耳他，岛上的居民对我们很友善。当时候因下着雨，天气又冷，他们就生火接待我们。保罗捡来了一把柴，放在火中，有一条毒蛇受不住的热，钻了出来，缠住他的手。岛上的人看见那条蛇悬在保罗手上，就彼此说：这人一定是杀人犯。虽然从海里被救了上来，天理还是不容他活着。可是保罗就把那一个蛇抖在火里了，自己却没有丝毫的伤害。大家等着要看他的手肿起来，或是突然扑倒死去。可是等了很久，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异状，就改变念头，说他是神明。很像当初5月花号到了美国的时候，他们遇到的困难，后来也一样在原住民的帮助当中，让这些清教徒能够得到帮助，而能够存活下来。保罗他并没有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好好的为自己筹备支持者，他反而宁愿成为上帝所呼召的差遣者、仆人，并且成为人们的帮助与祝福。圣经继续记载说，距离那地方不远，酋长百流有一片田产，他欢迎我们，诚意的款待我们3天。
当时候不百流的父亲患了热病，而立即躺在床上，保罗就到他的卧室去，为他祷告、按手，治好了他。这一来，岛上所有的病人都来了，也都得到了医治。他们送我们很多的礼物，开船的时候又把我们途中所需要的东西都送上了船上。保罗以及这一群遇到船难的难民，却在上帝奇妙的安排之下，成为了马耳他岛的祝福。我们呢？我们是否愿意及时的成为上帝的仆人，领受上帝的呼召，成为别人的祝福呢？诗篇33篇第1节到12节，义人呢，要向上主欢呼，正直的人呢，要颂赞他，要弹琴感谢上主，用弦乐歌颂他，要向他唱新歌，要熟练的唱，高声的唱。上主的话真实，他的作为可靠。上主喜爱正义公平，他的慈爱充满大地。诸天由上主的命令造成，日月星辰也由他的话造成。他把海水汇合在一处，他把海洋收藏在库房里。全世界都要敬畏上主，世上的人都要敬畏他。他一发言就有世界，他一命令就有万象。上主挫败万国阴谋，使万民的筹算没有果效。上主的筹划永远长存，他的旨意万代不变。尊上主为上帝的国家多么的有福啊！他拣选人来归属自己的人民，多么的有福啊！我算什么？上帝竟然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成为好仆人，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让我们学习不徇私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